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2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列王纪上卷第3章第5节到14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1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赐大恩。它与圣诗1974年版的第274首歌词写道：求主赐大恩，让我们来亲近，我们的心羡慕，深深爱慕。情愿这个时候诚心敬拜，求主降临，永驻我们的心。是的，基督徒要能够蒙福，就是要跟上帝很亲近，要深切的来羡慕爱慕上帝，要诚心的敬拜，主所应许的同在就必定要临到。大卫王他曾经蒙福，但是也曾经离开上帝的道路，又在他的一生当中双手沾满了血腥，因此他不被上帝接纳，成为圣殿的建造者。上帝问接任的所罗门王，想要上帝赐福给他什么东西？所罗门王的回答并不是那些一般人所祈求的。列王纪上卷第3章第5节到14节，记载了所罗门王跟上帝的对话。当天晚上，上主在梦中向他显现，问他：告诉我，你要我赐给你什么？所罗门回答：你一向对你的仆人我父亲大卫大施慈爱，又因为他对你忠心诚实，有纯真的心，你不断的给他浩大不变的爱，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今天坐在他的王位上。上主我的上帝啊，虽然我年轻，不知道怎么样治理国家，你还让我继承我父亲做王。我在你所拣选作为自己子民的人中做王，他们多得难以计算，所以求你赐给我一颗能够善于识别的心，能判断是非，好治理你的人民。不然我怎么能够统治你这么众多的人民呢？主喜悦所罗门王的祈求，就对他说：因为你没有为自己求长寿、求财富，或求消灭敌人，却求明辨的智慧，好公正的治理人民。我愿意照你所求的给你，我要赐给你一颗聪明和明辨的心，是前人所没有的，后人也不会再有。你没有求的，我也要赐给你，你一生享有的荣华富贵，要比任何的君王更多。你若顺从我，遵行我的法律和命令，像你的父亲大卫一样，我就会赐给你长寿。耶稣基督他奉着上帝的旨意降世，成为世人的救主，但是就有一群人呢，他们不信，他们不但不信，更是百般的刁难，甚至质疑耶稣基督，说没有人为他做见证。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19节这样的记载。耶稣又对大家说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，绝不会走在黑暗里。法利赛人对他说：你在为自己作证，你的证言是无效的。耶稣说：即使我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证言也是真实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
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以人的标准来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任何人。即使我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判断，而是那位差我来的父亲跟我一起判断。你们的法律书上记载着，有2个人见证相符，他们的见证就算为有效。我自己为自己做见证，那位差我来的父亲也为我做见证。于是他们问：你的父亲在哪里？耶稣回答说：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。你们认识我，也会认识我的父亲。耶稣基督的话就如同圣诗的歌词，提醒了我们要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知道耶稣基督要往哪里去，谁是他的见证者。因为上帝让亲自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也成为我们的见证者，让我们自己也成为上帝赐福的一个对象。诗篇20篇，愿上主在你遭难的日子顾念你，愿雅各的上帝保护你，愿他从圣殿援助你，从锡安山支援你，愿他接受你所献的供物，悦纳你的烧化祭，愿他成全你的心愿，成就你一切的计划，这样我们就成为你的胜利欢呼。颂赞我们的上帝，庆祝你的凯旋，愿上主成全你所求的一切。现在我知道，上主把胜利赐给他所立的君王，从他圣高天应答他，以他的大能力使他得胜。有人倚靠战车，有人倚靠马匹，我们却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。他要瓦解扑倒，我们却要坚立不移。上主啊，求你使王得胜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应答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所罗门王，只求上帝的智慧，与主更亲密的连结，思想以及办事的方式有上帝的公义，成为蒙主赐福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